喂，6月10號港隊將會喺啟德主場館迎戰印度啊！咁就等我用2分鐘嘅時間咧，同各位會員分享下3種撐港隊嘅方法，非常之易學。第一個打氣方法就係一齊用英文嗌 We are Hong Kong， 然後拍5下手，跟住再重複，我哋一齊聽下示範。第二個打氣方法都係 We are Hong Kong， 不過今次咧係唱出嚟嘅，同埋要加埋 Ole Ole 喺個尾嗰度。呢首咧都係外國球隊好常用嘅打氣歌，大家一齊聽下示範。第三個打氣方法就係唱 Let's Go Hong Kong Let's Go， 不停重複又重複，大家聽下示範就會明㗎啦。Hong Kong Let's Go Let's Go Hong Kong Let's Go Let's Go Hong Kong Let's Go。嗱，以上3種咧都係最簡單最容易入手嘅撐港隊打氣方法啦，大家快啲學識佢啦，到時入場就一齊嗌破喉嚨。仲有好多唔同嘅打氣歌同埋動作嘅，有機會入場咧再同大家分享。你只要唱頭先介紹嗰3首歌咧，你做咗第一個人就會有人跟住你唱噶啦。最後咧，大家咧可以去參考下球迷組織香港力量嘅 YouTube， 佢哋最近出咗一條片，詳細介紹晒唔同嘅打氣方法，連結咧我就擺喺下邊啦。唔講咁多啦，6月10號啟德主場館見，同時都希望咧可以2027年咧喺沙地阿拉伯見到大家啦。